请两只指挥剪到弓，问到弓，准备好，请坐下。大家请坐。黄国天好，黄国天我们的监员师，我们工程师，我们先谢谢大家今天早上已经做了1个小时，对不对？不累。听着耳朵会不会？听讲今天的书来讲咧第一个夜班讲咧话拢听多多，当初袂歹歹袂当，袂歹吼。一步一步，你是对的，人去讲你唔对，迄无简单哦。明明你是对，境界无同嘛，你是对，人去讲你唔对，你说一个开。感谢土天合，真开心。你这步好用无？好用。若如果活伫啥5运目睭耳仔边，我就看到迄人我看到无看到，无生气，我这个嘴若无讲，拢输，这个反驳。所以咱希望咱有机能免1000口以上，1000口以上，要做一个基本的条件，会互人好印象。这个若较早伊袂叫做破靠判，即嘛我拢无甲按就是已经过去。所以讲，咱了解对方的印象，就是度化他人的本钱，按照好印象。所以咱伫同心内底家庭做好印象，我们看一看。这一块就出来了，好啦，咱来看看，即个看法，甲分享讲下车咧讲遮，遐看，狗仔是穿无同款衫，敢哪意思？哦。所以10口人来以上，都为人设想，会当遇难救难，移灾除冤，以善相助，以事相伴，这就是咱应该有的工作，即摆也看水，帮个忙一下。这个旁边帮别的视频来。这边我讲那个。谢谢。这边来，咱影子放给大家看啊。人看百两万咱也袂参考以前的个性，像抽烟同款，对不对？啤酒歹无歹，对无？啤酒歹，毋过老
伊个鱼啊，可以像安像，潘以雄，安像训练，啊，即摆伊就我到到尾就讲啦，时间到，因个尾就到，所以。你做啥物因？你要伊控制着尔，做鱼也无好势，就互伊把回开。你环境，所以咱做人才，参考以上人才，绝对无本事通骄傲，绝对无本事通爱发脾气。咱毋通讲好，你无经过我同意就袂当过班，人的生死，天的工课。咱爱会记得普渡因缘，爱会记得成上体啊，讲我亲自听所讲嘛，咱嘛感恩啊。啊，结果毋是，你袂使过，你若无资格，都是用家己的眼光，人这着啥物啥物，所以你也看，迄点诚心，前辈才特别提发，甚至有一届老郑人开班哦，点传书的班，点传书的班，安排上一位讲师去咧讲课。老天啊，咱们上班啊，安排一个讲师去咧讲课，就是要看点样做心态。恁起来讲互阮听，阮起来做，阮伫道场较早拍拼，你讲这无互我听，安尼你有参考无？名参考，所以内地协下，莫管伊身份，伊是偌中老，爱会记得敬重你周围人，所以讲吼。我们都一定要来放松。这个同频共振，大家拢是互相因缘若无同频共振，无迄个因缘，无所以性，好无？好，可以，再来这个影片放一下，另外一个影片，那基督教这个影片，即马这个基督教这个看社会，看卖要结束的时阵，要安排互咱大家来讲心得啦，咱注意看看，这捌看过野手，有一个牧师。啊，我换新的，啊，个牧师新任，啊，就讲即个地区即个教堂，所以就提早时间去，啊去装一个流浪汉，这边看看吼，结束时间，再讲，等这个视频等一下结束之前，能够互大家学习一解，望看咱新锐参考以上人才，咱学着啥物件，咱会眼光。学着应该基本的即个搭互咱做一个鼓励，可以啦，先关掉，即摆咱互我的资料。现代中新锐办事人才，参考以上的人才，咱具备条件，有咱前辈者拢会关心。公务主任有一届，问主路，你捌听过六平六白无？主控咧，你公务主任才讲毋捌听过，所以咱毋捌听过代志足济。人讲迄拢几十当前就听过，几十当前听过，甲几十当后听过。最近互我有一件事，但是呢，讲来嘛毋是后辈者毋对，是咱家己想教育失败。啥物叫教育失败？知止如何有定，咱的定力如何认真，如何安。有一届呢，一个父亲伫外国的，讲听说。我甲你讲，我最近伫网络上
一个吼，互公民性建设，讲了偌好呢，啊，你要入来听无？我讲吼，爱听好，好，甲好有共无？啊，我讲说啊，坚持吼，不然做票要创啥？吼，你若好甲好有共无？无。就直接讲为之以恶，某某人为口气较好，某某人恶口气较恶。所以咱修到一个口气尔，一个面相，迄个面相若无好看，莫讲这个。所以就是要甲讲，问看咱平时啊，有拄着遮个问题无？一个人足自卑，毋过要学的毋知生死大事，即个好学着有关生死大事。咱心里千口以上，为千口自卑了命，是这世人接受天命事件，这世人伫道中学习，咱时时刻刻爱办好角色，咱爱时时安尼好学，好学着啥？好学，就知影讲咱作者较毋捌，咱当聆听，多请教，多学习，所以好人足自卑，结果呢自卑了毋对。会记你一句话，讲，阮即摆吼，好，会紧来参考以上的人才，若去朋友遐，还是去亲戚遐，对方甲袂熟悉，对方袂熟悉，你若叫请一顿，会记一路，这讲老师就是讲，即顿无好食，爱会记即句话，咱就讲，哦，你遐煮的啥，安尼足简单，无好食，咱谢谢，啊食素食就好，那安尼就无欠啦。你若如果无甲人讲吼，安尼即个小应该人讲很大条啊，为什么？对方无熟悉，啊，佫要用熟悉听，能够你成功，你爱肯定他，感恩他，然后再引导他，哦，你绝对讲，啊，你现在煮啊，你遮歹食，啊，你吼烧到食，但是做嫌无好食歹食，啊，你敢是参考？啊，参考。免怨吼，因为啥？我枵一顿，安尼嘛真感恩，有一点心，所以希望咱参考以上的，无嫌人的本钱啊，是爱嫌家己含慢，来毋通家己嫌含慢，咱家己爱认份，有要来学习，所以好人介自卑，人一解哪讲呢？我道歉吼，讲道歉，做了无，我毋敢你收啊。啊，我就笑笑互你。啊，你是害人害命，还是救人的命？可语言，这人会使甲伊讲，你阁无甲伊讲，失去这个人才。不可污言，这人你甲伊讲，伊拢袂听你。有之人失言，所以理解不失人，也不失言。所以咱爱会记住讲，咱要看人才，爱会记住，边仔做人最重要，做人。应该咱讲时间故事能听无？时间故事，时间内底几只？30只，捌听过吼？时间故事有听过？时间就是老大，时间啊，时间老大，啊，秒针就是老细，啊，你几兄弟啊？所以咱就是3兄弟啊，所以当天用手机讲，我就讲。咱有不同的战术，咱时时刻刻，因为就是咱初学、中心、下心，咱时时刻刻爱培养上有时间，下有秒针，咱办理啥？爱有分寸，办理着成上体啊。有一摆呢，秒针啊，就是咱较辛苦，着怨言抱怨，时时若抱怨迄个人，伊个命绝对无好。人讲话伊较安怎？咱来其实相处，拢伫遐讲怨言，啊，着安怎？迄个不知足，佫毋通忏悔，所以咱学道爱用着感恩，用着精进。结果呢，人咧抱怨，拢无要紧，拄着逆境，就是要互咱成全，要互咱成长的时阵，所以分奖呢爱有责任。秒针安怎讲呢？你也看，老大的吼。食啊，肥肥，生出矮矮啊，足平头拢无啥咧变动。啊，你秒针是讲时针，对不对？时针，有看到？时针也行一个，
表情会到几年？正常。一分钟爱60步的，脚步爱60步的，一点钟爱几步？300吧。300吧。数算啊，1点钟，1秒钟，1分钟走60步，60年，1点钟嘛，几步？所以比较所以讲，即马就爱会记你一句话，他要同进步，来传导。所以咱做分享，咱身为参考以上的人才，会晓有上有时间有长辈，下有咱的新年轻，伊不管咱破坏，咱来给化解，为天下之情为人化，咱要当做。伊不管咱怎，亲戚的有一届，人才囝孙疼惜，伊讲身对要安怎，该看待，等来听了。袂欢喜，毋是因对哦，口有去另外一个听。即摆另外一个听甲讲，听师啊，你若讲爱哭，你创啥？讲爱哭啥啊？是听师毋对，还是迄个道歉的境界袂够？毋知影。伊若会晓答，若晓感恩，时答有拢好话；若袂晓感恩。我做到遮苦心，我做到人那个无面无这个无较学了，咱是要学了，还是要弘扬？咱来扬咱是爱咱，摒钱还是要甲咱苦到起死啊？道场内底前辈者，无迄个平时后辈者毋敢，结果呢，就去哭，结果另外一个同心，伊讲摒说，你若莫讲甲伊哭，后摆改进啊。若改日后摆呢，会记一句话，因为一个因缘，未堪价值，咱只有家己不可污蔑，家己点讲话。若点讲，前辈者毋敢讲讲话，安尼啥食亏？拢食亏，变变拢食亏。有一届话，讲拢食亏，有一届讲好听啊，假教吼，人教运动啊，这个有点。去教遐老师，我讲恁做老师做应该，咱身体若用，把这用的时间来大家学习。结果呢，遐老师讲，你嘛去叫我老师啊，讲老师，你拢摆餐田总会，你是讲去遐教运动，对不对？要教运动，你感觉听讲一世人吼，健康重要无？健康不重要。来讲就咩来？哦，哪一条天的？问我啥物是真正功夫？来讲啊，真正的功夫外表看袂出来。拢甲问讲，这人有功夫无功夫？金刚经内容应无所住，应无所住，无有定法，名何了得？拢无有定法。食饭会使随运动无？伊若来讲会使，咱袂使，爱记住。会使，较袂使，就是对待。活在对待，内在修养叫示范。无迄个会使，较袂使，境界问题。那么讲，讲摆会使运动无？大部分拢讲袂使。若无有定法，无论行住坐卧，你正道做，行也像，坐也像，对无？记笔动静，拢无自相，迄才是真正功夫。所以，若要讲，互咱即世人只过程袂过，后摆讲我为场顾好，拢无讲到足简单的方法，数一个开面的，后巴肚来互大家，安尼为场就解决。这个全部爱过。好，感恩啊。数一个开面的，来互咱不管啥，安尼大家拢无问题。简单。哦，感恩。食饱，随数一个开，数一个开，耐耐，耐捧出来，捧。我听过气功的老师，青蛙啊，是鸡啊，气卡，是
4卡是气功教师，咱有捌无？你若是台无，甲4卡顶来，甲等下无，4卡放，拢有伫巴肚吐起，只要加开啊，内底若是着电火汤啊，分落加开分落起来，内底是电火汤，你甲拍会坏的，内底电火迄个电火叫坏。没，毋是，加开照一个电火汤伫内底，你甲分风食了，加开伫内底，咱外口甲拍，迄个电火汤甲坏。没，就是咱即摆讲，你若输起来，运动，咱就袂容易啊。所以讲，有诶就是讲，水食饱会使运动，袂使啊，只要你方法对，所以要考验一个人，要考验一个人，也毋讲，要教运动安怎，伊若咧运动在需要有长跑啊，哪走安尼啦，无得着要领。你知道无？讲到千万人才，爱捌真正基本条件为生死大事，身心灵健康。所以内底，若要会当运动，有几样物件吼，我当要速气，其实咱求着三个拢非常清楚，记得个速气、硬气，安尼啦，外口疫情有无？外口若疫情，外界所在。有一个叫东京无，定去200度啊，会记一句话，我嘛速气是有理，咱的指若倒转，速气是800度，袂对，指若放咧到气部，所以叫做肺影响，所以病毒啊，所以若好着讲病毒咧流行，指倒转，速气，莫甲人讲咧，有车子将病毒就分清。食面饱，顺一个气，会当过，所以讲第几句话，若咱咧走，会哪走？身体无用，安怎？记得讲走到速气吞化，会了运动。即个讲啦，我有真正，因为咱好是，就是讲，到上次咱第二活动吼，就是内功健身，我提倡。是爱大家讲，若身体健康，结果找无讲真正有要学，个真正有主张，拢啥？爱去甲人结缘，爱甲人结缘，有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咱若听物件，讲等一下，咱互我等一下电话，请请教老师，按即个人才，你要去请教说，按即个有人会无？有无？标人才去别个地方结缘，人听物件互伊，伊讲等下我请请教老师，安尼这人才有人会无？无。伊讲我请示嘛，结果伊听用电话听嘛，有一天，咱甲人才讲，你啥物听？咱边仔就反应，我有够衰啊！你讲你载啥物人吼？到载呢，等下佫有叫人收着，叫人收着航班，袂晓讲好听诶。其实参考以上是善富足，还是善护念？啥物叫善护念？拢无说要食甜诶，讲好听诶。善富足，大众益，我留面子互伊。按咱七日办事人才，爱用着紧张，学习突破，咱叫做破，还是要一直拢听好听诶。拢好，突破。所以咱真正要成长，无好听诶话，咱来放下身段，勇敢的心，安尼叫做为天下之情为人话。所以咱学道爱用好人，毋通随便，我都笑笑互伊。结果即个人才，该爱牵教你无牵教，是害人诶慧命，甚至慧命你到时候影响最大。拄则咱讲，给老师通教运动。咱甲时间到，但讲一个故事，往咱心里做老师，毋通做薪水的，薪水就如意啦。若一天一个月到，我就薪水偌济。甚至咱来讲，最残忍的教师啊，
最残忍的教师。咱看基的嘛，会当讲第三，囡仔我着英文啊、数学啊，迄着较迄个嘛，拢共补习，换几学生来补习，一个月加通开。我讲若为着安，我讲有迄个学生，伊本身足好学，啊，毋过经济无好，啊，我着对面着考试搁歹，啊，变做放牛班。我问遐老师，啊，你影响偌济人？请问影响偌济人？嗯。啊，搁再共款要接到市县，陈老师，来，陈老师，这个有啥？陈老师，来这个故事给我听。哦，没有，来一个掌声。这是故事，啊嘛是这个，咱的共同责任。我有一届，咱华强甲咱老师走运动，我讲介赞你的老师，介赞你哦，就是每个月会搁在薪水，啊，人补贴就补贴你。啊，咱内中有迄个经济搁无好，啊，搁袂当补贴，安尼，即个伊本身就好啊，啊，搁无人补贴，啊，身体一礼拜，安尼影响偌济人。讲讲影响，甲生活大影响。足济个。偌济？非常济啊！非常济啊！有犯罪啦。无跟无人讲，伊讲影响迄个囡仔，要家己，啊，真正是老师吼，真正有地位，影响全世界。以后伊后摆会是一个世界出名的，啊，结果为了，所以就咱互我家己讲了，遐老师毋当有补习，安尼计较无？所以讲咱对人客气，咱来知影讲互伊会好，你毋能讲，你讲真正伟大的老师。来甲这个囡仔拍拍肩膀。高小王每回去向妈妈说：“啊，礼拜五晚上放学的时候，老师留在这里1个半小时，老师让你补习。”后摆这个囡仔英文对这老师怎样？拢无教，所以留给大家感恩，安就是真正好的，对吗？好，同意啦。我讲这是讲影响这个囡仔成长的关系。咱拢才大好，安尼拢袂了吼。所以讲，好人望自卑，害个人的命命，咱拄则讲的，大向德是讲有靠不好。安尼哦，你是身为1000考以上的人才，伊若样倒转来，啊，这样说自卑，啊，互我吼有足侪不足，请你开心，安尼学着无？啊，若如课当边啊，这样说吼，拢无法认输。啊，拢搞大众去看，讲法不好，啊你耶稣，所以耶稣咱大家知，要学道的人，基本条件，莫讲迄1000考基本条件，你做到办事人才，你做到啥物货？迄个根本，人甲你看讲成富足，毋是这样说好，我民主讲，是看你要价值，影响力足大，迄个哪方面？就像拄则讲时间，迄个面对者嘛，万元时时若万元，迄人以后的光明的路，家己做转现啦。哦，迄个即马分享来讲，小弟，我若讲你无一时定，叫安尼好听无？无稳重嘛。我若讲你足勤快，有好听无？所以讲，明明一句话，一气的赞美，让他整天高兴，整年而已，一辈子都改观。人是安怎？伊今仔甲学了甲大洋济，伊今仔甲学了甲洋济，安尼代表讲，咱常常讲，啊嘛搁学了我3图啊，我一届，安尼对无？对无？毋过这样说，袂是这啦，像讲该讲就讲，哦，所以好人，你除非是救人命命，所以基本啊，你当下无来参，是你地位无同。好人，头脑足好，啊这边讲即我拢捌，无一定捌。伊白也讲，拢放荡，所以咱改变点啥？毋通讲伊足好学，啊结果是放荡，流浪生死，好心，毋通讲吼，你用迄种，要说好，即嘛吼，我一个地区，我伫网络上，你讲咱偌好听咧，哦，我若我10当真若听着吼，我就袂惊我拢咯，讲足简单对不对？10当真的伊能成熟，地位。
历练有够，结果人讲说讲，晓得迄吼逐句拢明心见性，佫是安怎，咱来记一句话。你上天安排你伫遮，你个团体做好，你本身角色办好，毋通来听两句仔讲，好，这我毋捌听过，安尼结果就好，佫一个偌好，啥物偌好，家己信心定力，若叫动摇啦，安尼拢无好，所以讲，佫再讲，好信不好学，伊个即个拢是讲看倒一条路佫较好。啥物上好？袂温柔，袂感恩，不万根，不万根，因甲因讲无去，所以咱来记住一句话：咱本身健康，也袂够惊。伊若偏偏一句话，咱们说我最近听一个吼，咧讲起着，安尼明心见性，毋过咱无即个遮，伊若搁来问，咱来讲你爱去听，要听出着，即个人有明心见性。毋通讲哇，逐句拢明心见，外行人若拍无啦，内行人来摇头，所以希望咱，甲咱听拄着讲，条件就是要咱智慧行动，所以咱若拄着条件，拄着无共款，咱爱记一句话，现前比方，拢人民中哦，人民中我安排10点，你知影，中午去这一个，咱9:55分。咱朋友来，即边即个遮多时间长短，迄个上天安排，毋是咱讲，你会当伫个地位看安怎？你若看轻重，若无讲我到叫人10点的，啊毋咱人工，即边无失信，即边讲就好。若无了解即边都重要，了解讲，我蹛迎接特殊情形，就无咱做人几点钟，这就是咱讲，即个吼。咱本来9月要来，再来9月，所以讲今仔日咧有这机会，嘛因为无简单的对不对？是。9月要来，我说冷气，对不对？安尼就无清爽嘛，再来9月嘛佫无清爽，所以讲感谢咱有真慈悲吼，结果佫较巧讲，咱无毋敢讲，在这个数量，所以本身靠。对不对？你开始看到，伊是拢方便啦，只要咱两会工作，是办法应付。所以讲，咱毋通讲画倒一个关，有人讲有一届吼，阮4天也是摕道歉啊，听说啊，你敢捌听过36易卦？36 36亚经个亚，无法36易卦，敢捌听过？36易卦。3、6、1，咱北卦拢几卦？大半64嘛，64卦。64甲3个那8倍。64甲3个当然。好的比较创意。是创意。36加64。好，18了。迄就是咱讲的，你做咱4点2哦，2000啊，拢这样说。我甲你讲，恁做这样说，做真正你拢毋知，爱有聪明无？迄个人才啊，恁做这样说，做真正你毋知，36易卦捌听无？我安尼，然后爱记好甲好有共无？好我，你讲好到我带你来，好到我带你来，咱听起来知影讲，你做咩事做袂拢办，讲好啊，迄个好，较无无共好，结果这人才出去，咱我联络一通电话，爱紧偏偏一句话，我打个电话给他，我敲通电话吼，讲电话吼，电话怎有气度？我联络个电话不会听我，我拨个电话，我联络电话，一般拢打个电话，电话没有气氛，你为什么打他？安尼讲，哇，人家吼，听到伊想讲话吼，莫打电话，不要打他，电话好难拨，哎呦，我联络一通电话，
我联络恁，我拨个电话，我挂一个电话，我是联络是讲电话，安尼会通无？明明一句话嘛，较好听，安尼。结果咱来4点到的，我4点做了，有钱就请，我做361块，我做100块较圆满，你若来4块，迄个可倒的啦。就是讲，咱放心，画倒一家活落来，徛伫哪煞安那，较期待就去做啦，倒一家成道较紧，啥物上紧，当下意念善，你最后一口气无怨言，所费圆满，跳出来，感谢上帝。安尼，撒手，毋通讲一个阿婆啊，要断开的时，还佫毋断开啊！啊，这条件毋讲，阿母啊，你搁咧想啥？是毋通花仔钱无收着，你想看嘛？摇头佫毋是，敢若目睭金箍箍，挂一把电话互一个，你拍电话只是啊，你拍电话互有我，安尼变做浪费。甲伊看看，阿母也是去找他电话，安尼电话，安尼甲有我，安尼说者就转去啊，安尼毋对无？所以咱莫执着，想办道较轻松，随顺因缘。所以内中有一个叫做张左流转张左内底光明急躁片河沙，然后因为咱若要心对1000到以上，这段一定要爱7七8个56字，按表现叫做张左。是一个秀才因个师傅啊，问我你啥名？伊讲我名叫做张左。伊讲卡着无能转，咱就随开无。所以希望讲随顺四缘无挂碍，咱随顺涅槃生死并同我。这内底，若恁往后咧吼，若要咱手海开，我们要记得，记得这个。张左这个故事，张左要拍张左，所以讲好滴与好法学比较，所以咱是了好点书嘛，比较好。但是说你大家讲的比较不共帮，不共帮啦。咱若讲接受着你嘛1000到以上，所以共帮咱啊比较讲，毋过有个人共帮安那，明白？所以讲好听话，叫做保守的啦。要讲无好听就比较讲，毋过心中是爱即个人，会当好心中，所以机袂合到，讲话以前超市安怎，跟恁准备，安那想法歪挑一大堆，好用如不好啊，所以人通勇气像主路啊，结果道场内底平静，毋茫出去外口，听着人倒一个，哇，倒一个做事也出事啦，倒一个外劳，啥物外劳？心中存感恩，心中无叫袂记得，没有忘记根恩没想到，所以讲好讲学点用，咱你毋敢讲我来敬你，这个无人敢敬你，咱来记住，咱学道因缘，时时抱着啥尊敬天后，所以讲结语啦吼，即内容剩咧留时间，是当可能都在做，学是安那。甲咱的三宝，第一宝，换版的答案会当印透，所以讲规本的书大学内底，书内底，特别是第三，第一宝。第二宝、第二宝、第三宝，甲三宝，因伫国经典内底，安尼咱就开悟，毋是讲我丢着多三宝，我若规日经念的吼，先做人保镖，咱若请一个保镖，就这几样，爱钱无？请保镖爱钱无？咱先做规日经做咱的保镖，咱有读过保镖的钱无？安尼负债累哦。所以咱来去讲，咱来转化，
第一步拄着啥物，咱来讲微笑点头。所以年轻人要点头，不要冲动口，要埋头，所以咱来去埋头苦干。第二，若拄着啥物代志，点头，若讲叫你啥，摇头，点头不要摇头。第三，要抬头不要回头，对不对？你若我较早几年嘛较早几十年前，不要抱怨的过去。所以咱来其实，咱第一步大学内底第一步，咱一般讲三步，拢讲伫咧这个，一般咧引进三步，诗文要蛮丰富。譬如秋雨啊，叶问。山甲山甲不个所在，哇，迄个所在叫做丘。有记了无？丘。咱看这图。凊彩人画一个，遮而且我袂着，拍打的人要来拍袂着，迄所在上安全。迄所在第几步？我做在这间内底。山甲山。山有个所在，有无？迄个所在啦，就去经第六种国神。山甲山中间叫做国，两半叫做风，高的地方叫风，迄个地方叫土，有无？有袂记伫遐无？所以讲，咱爱记咧一记。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讲无敌精英散发出它的慈悲心，所以为人君只有啥？为人君只有是为人夫，咱爱其实咱办出咱的角色。所以第一步是道养道，第二步是明化，道加上德，后壁行出来叫做精。所以道的经三字就是咱三步，第一步。就是咱心中有道。第二，咱的心胸爱把慈悲心散发出来，各种方面善良，毋是。所以即个咱咧落场，咱是来落场来结缘，毋是要来结缘，有听无？落场啊，来结缘，毋是要来结缘。所以咱来其实，咱若有这讲的心，只要你是公心，只要咱是无自私，所以若安尼经历。很不了，我跟他讲，你老师的话会被听过，对不要开始。127。18节127页到最后多看几次，对咱的修法帮助最大。那对咱的这种老师，讲哎，因为咱的业障，所以老师也哭过，也泪流过。咱会使明白无？会使明白无？因为咱的慧命。所以咱感恩恩师的，感谢我们谢谢各位先生给咱安排谢谢我们的副监主任安排大家共同来结缘，所以这中间机会互咱互我的学习，所以谢谢大家。